立法院昨针对民进党团提出的3个年金改革相关复议案表决，3摆的投票结果拢是平手。落尾立法院长韩国瑜、副院长江启臣参与投票，国民党团则胜利。但是即阵有人发现，国民党的立委罗冠毅人伫咧中国无出席投票，所有投票的记录，民进党团即期是有人动骹手。 立法院12发生表决大战，针对民进党团提出年金改革相关3个复议案进行表决，哪力阵营拢发动假动，民进党团无表态无投票，也毋过哪力拢有人无出席，造成投票过程罕见3摆平手。第一案表决，国民党伫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出面投票，以48票比47票惊险胜出。第二、第3案表决佫平手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头一摆动用主席蔡国权投下关键反对票，挡住民进党复议案刷压出。 国民党立委罗冠毅无伫国内刷有投票，引起不在籍投票争议。如同选票一般的表决卡，议事人员为什么会发给人不在现场，而是远在中国的卢宪一委员？而这张票又是谁代替他来投下去？ 民进党团指控只有委员签到，确定是本人才会当摕到表决卡。不过罗冠毅人伫中国所会当投票有做票嫌疑。对此罗冠毅回应，对投票记录拢唔知影。国民党团表示，罗冠毅无在场，也无影响投票结果。那安怎会当投票是交予技术处说明。 恐怕彻查倒霉的还是议事人员，所以民进党要做无限上纲，恐怕这没有办法栽赃到国民党的立委里面。民主进步党不要表决输人，然后就在那边又哭又闹，怨天怪地，好像别人都欠他们一样。 复议案由20人以上人数，各由表决器也是投票器面顶方式表决。也毋过过去就发生哪条立委代理表决器争议，包括2016年国民党廖国栋替王金平代理表决器，2019年民进党吴思瑶也红也出一个人质4票，黄多平指控代理就是作弊，也毋过只有口头告诫，无法就要素无法度导致外红。那你如果今天去做代案的部分，不仅是造成了这些表决的结果是不公平、是作弊的状况之下。 这可能甚至会延伸，我们认为都有一些刑责上，我们未来要去追究。针对讲是有人无名领卡，民进党团要求撤查。江多平认为，立委发出国会改革，迄件行政单位表示国会，毋过自身爱落实立委职权，才袂互国际看笑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